大家好，我係胡善文 Jonathan Wu。我係胡嘉龍 Simon Wu， 歡迎收睇胡說法道。Jonathan， 上個禮拜你講開澳洲中小型公司嘅嗰個投資嘅價值，今個禮拜你仲有好多嘢同大家講喎。冇錯啦。咁上個禮拜咧，我哋講開，因為而家藍籌股咧過去呢幾年嗰個回報率係相當唔錯咧，就令到呢一個 part of 個市場咧就開始貴啦。咁貴咧，我哋唔係講緊或者代表緊呢啲公司係好定唔好，係講緊嗰個價值嘅方面咧就開始唔抵買啦。咁我哋點去分析呢個價值呢？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去分析就叫做市盈率，英文叫做 Price to Earnings Ratio。咁簡單嚟講咧，就係 P 除於翻 E， 而 P 咧就係代表一間公司嘅市價，全間公司嗰個價值除於翻全間公司個盈利。咁大家留意下呢個表啦，呢個表咧就係睇翻唔同 size 嘅公司咧，就係譬如左手邊就係1億5千萬去到5億。嗰個市值嘅公司就係嗰個深藍色啦，去到右手邊就係淺藍色，就係澳洲啲上市公司，而嗰市價係超過20億澳元嘅。咁你睇到佢唔同 size 嘅公司嘅市盈率都唔同。咁如果你睇翻最右手邊澳洲最大啲公司咧，超過20億嘅市價咧，就係坐住大概19倍嘅市盈率。咁19倍嘅市盈率係代表咩咧？就係代表如果我今日放1蚊去買呢一種類嘅公司嘅話咧，我要等未來嘅19年嘅今一年嘅盈利先至可以還翻我個1蚊嘅本錢。所以如果個 number 越高嘅話咧，就簡單嚟講咧就係越貴啦。如果你做翻個比較睇下細型公司，就係最左手邊1億5千萬嘅市價去到5億嘅話咧，佢個市盈率咧係12倍，咁就代表平好多啦。咁 Jonathan 講咗咁多資料啊，咁事實上以投資回報嘅角度嚟睇，長期嚟講，澳洲中小型公司俾到幾多我哋咧？嗱，作為任何投資者，最重要係咩啊？就係睇回報啊嘛。咁有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咧，點解好多投資者可能係未考慮過參與落去細型股票嘅？第一，佢哋自己思想咧就可能諗回報率可能高啲，不過可能嗰個波動性比較高，甚至乎有啲人睇到嘅指數咧本身個回報率係冇成個澳洲股票市場咁好嘅。大家留意下呢個表啦，你會見到咧過去呢25年咧，澳洲嘅大型或者藍籌股票嘅基金經理咧，平均如果你放咗100蚊喺25年前咧，而家會變成大概800蚊，上日賺咗8倍嘅。細型公司咧嗰個指數咧係差好多嘅，係淨係賺咗大概4倍幾5倍嘅。不過平均全部澳洲市場裏邊嘅主導細型公司嘅基金經理，佢哋嘅平均回報率係14倍，就係嗰個啡啡地食嗰條線。所以如果你係一個主動嘅基金經理，而係淨係參與落細型嘅澳洲上市股票嘅話咧，你個回報率比起大型咧係高好多嘅。長期嚟講，咁睇完表現咧，喺目前嘅環境裏邊啊 ，Jonathan 有啲咩行業係可以講下咧？有一個行業咧就比較特別啲嘅，而我哋好多年都未討論過或者考慮咧，就係金啦。不過澳洲咧，我哋多咩咧？就多礦股，甚至乎都唔少金礦股嘅。你要記得，如果你係掘緊金嘅話咧，你掘每一盎司嘅金咧，你嘅成本基本上係 fix 咗嘅。OK， 咁當然係人工每一年加少少，但係大部分你啲成本咧都係 fix 咗嘅。咁你會見得到咧，睇下呢個表咧，就係嗰個金價咧，過去呢一兩年度咧，你要見到個金價咧不斷地咁上升。但你見到澳洲嘅細型金礦股咧，嗰個升幅咧係比起嗰個金價咧係升多1倍到嘅。因為佢嘅盈利嗰個增長咧係快過本身金價嗰個升幅嘅。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嘅細型股票市場咧有好多公司嘅。你要記得澳洲本身嗰個股票市場，成個市場都有
千幾2000間公司可以參與嘅，大把時間俾你分析。細型股票咧，好多時咧，好多分析員都唔考慮或者唔分析，因為冇時間或者冇人睇。所以咧，呢啲情況之下咧，就俾到投資者一個機會咧，去揾自己嘅金礦，希望可以賺多啲錢嘅。咁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繼續胡說八道。